即卖新冠疫情变严重，较真的病例是咧增加哦。都有医生提醒讲，当哦，毋但是新冠病毒，也佫有流感、副流感病毒、甲人类间质肺炎病毒，这四种病毒是做伙亚哦。也咱民众呢，就爱说理讲，这病毒来互相感染。 囡仔一面算一面等医生，拜六下晡看病的人坐甲诊所大厅无位徛。即阵啊，新冠疫情佫压起来，确诊人数逐礼拜称悬，四大病毒做伙来。小朋友他去上课嘛，其实都会交叉感染啊。其实他的状况，他已经就是持续咳嗽、流鼻水1个礼拜。虽然说现在疫情不会到严重到重症，但是其实也是会影响到他。因为他们学校也很多人那个不舒服，咳嗽、流鼻涕、感冒。那趁那个假日的时候，赶快大家来看。 家长真烦恼，小儿感染科医师李尚谦分享最近即阵啊，呼吸道分子生物学检验，最近除了新冠前3名是流感、副流感病毒，加人类间质肺炎病毒，那出现呼吸道镜头爱注意交叉感染。这些病毒加起来的话，就造成交互感染啊。现在呼吸道病患，我觉得应该3、4成、4、5成，几乎都是新冠。 医师分析，这个疫情甲新冠变异株咬为人免疫逃脱能力强有关系。另外，民众防疫嘛较放任，不过同时出现后续问题，部分民众反映较歹买到快筛剂。有没有快筛？快筛目前都要等到6月中以后才有。 6月中哦。 记者去台北市真侪间药局，拢表示已经无快筛库存。药局表示，进前疫情缓和，家用的快筛进货较少，即马一天平均有10组人客想要买，暗过拢还搁咧排队。 目前厂商那边，都没有什么库存，因为这一段时间空下来了哈，只能观望，因为不确定性太高了，所以目前我们手上也没有什么存货。对这代志，消署表示已经第22要求有许可证的业者开会，会配合变动调整供应的量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